各位嘉賓、各位參加者及家長、各位童軍兄弟姊妹，歡迎大家出席香港童軍總會對國家盡責任之童軍國家安全日2025。主禮嘉賓：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女士 （SBS-JP）。香港童軍總會香港總監黎偉生博士 （IMSM）。香港童軍總會執行委員會主席葉永成先生 （SBS-MXJP）。香港童軍總會助理香港總監內地事務羅璇博士，以及香港童軍總會內地事務委員會主席林光如先生 （MH）。現在有請香港總監黎偉生博士為我哋致歡迎詞，有請黎總監。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太平紳士 SBS。香港童軍總會執行委員會主席葉永成太平紳士 SBS。內地事務委員會主席林光如先生 MH。各位嘉賓、各位家長、各位童軍兄弟姊妹，大家好！歡迎大家出席對國家盡責任之童軍國家安全日2025。對國家盡責任係童軍誓詞嘅核心部分之一，亦係每位加入成為童軍時所許下嘅承諾。今日我哋聚首一堂，就係要重申童軍成員對維護國家安全有共同責任同埋義務，不但要對國家有全方位嘅了解，更需要建立同埋培養大家國民身份認同，使其成為良好公民，有助於社會同埋國家。為達至發展策略2024至2027中全人發展及教育嘅目標，及加強國家安全教育，童軍會籌辦咗各式各樣推廣國家安全嘅相關活動，例如安排參觀國家安全展覽廳，讓青少年了解維護國家安全嘅重要性，亦有推選成員參與青年國安大使培訓計劃，培養青少年喺愛國嘅情懷，鼓勵佢哋積極參與維護國家安全嘅建設，以及早前進行嘅書籤填色及創作比賽，讓成員認識國家安全資訊嘅同時，又能發揮創意，一展所長。呢啲活動十分有意義，能夠提高大家對國家安全嘅意識和認知。童軍明言係準備，對於每個國家而言，國家安全關乎到整個國家嘅穩定、繁榮同埋全國人民嘅福祉，亦都係安邦定國嘅重要基石。喺現今社會充滿着各種挑戰同埋急速變化嘅情況下，能夠事前作出計劃及應對至為重要。今日嘅童軍國家安全日，除咗有攤位遊戲同埋展覽介紹國家安全嘅相關知識外，亦有醒獅及四川變臉等文化表演。期望透過今日嘅活動，讓童軍成員進行文化體驗嘅同時，深入了解國家安全20項重點領域，共同探討國家安全議題，讓維護國家嘅安全觀念由青少年時期開始培育，從而培養牢固嘅國民身份認同，切實維護好國家安全，確保社會可以穩定而持續地發展。
最後希望在座各位能夠喺今日嘅活動獲得豐富嘅知識，並將所學得應用到日常生活之中，讓我哋共同努力建設一個更加安全、和平、繁榮嘅國家。祝大家今日有一個愉快且富有意義嘅一天，並祝大家身體健康、家庭幸福。多謝各位。多謝黎總監，請就座。接住有請主禮嘉賓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女士 SBSJP 為我哋致辭，有請麥局長。黎偉新總監、葉永成主席、各位台上嘅嘉賓、各位嘉賓、各位童軍領袖、各位成員、各位童軍仔同埋我哋嘅家長、各位家長朋友，大家好！好開心呢，能夠出席今日嘅童軍國家安全日2025嘅活動。香港童軍總會係特區政府推動青年發展工作嘅長期合作伙伴，一直都係致力青少年嘅教育工作，透過多元化嘅訓練同埋活動，培養香港青年成為有責任感嘅公民，協助我哋提升自我，達至全人發展。又組織咗本地、內地同埋國際活動，加深青年對國家發展嘅認識。國家安全係社會繁榮穩定、人民安居樂業嘅根本。今日嘅活動以國家安全20個重點領域之一嘅文化安全為主題，讓童軍領袖同埋青少年成員喺活動中能夠了解維護國家安全嘅重要性，增加對國情嘅認識，同埋加強佢哋自覺維護國家安全嘅意識同埋責任感，係非常之有意義。青年係香港未來嘅主人翁，我哋要為青年嘅成長成才開拓更多嘅空間同埋發展機會，讓佢哋發揮所長，成為推動社會發展嘅新力軍，繼而貢獻國家、貢獻香港。1300份嘅作品，而且佢哋嘅水平亦都非常之高嘅。首先頒發書籤填色亞軍港島第6女馮以純，季軍九龍第1867女郭漢成。咁請恭喜晒咁多位得獎嘅小童軍，冠軍九龍第1313女林曉玲，亞軍港島第1女廖廷俊，季軍港島第1女鄭允傲。好，咁多位得獎者，大家企埋少少，中間同局長一齊影張相。恭喜晒獲獎成員，恭喜晒！多謝黎總監，請黎總監就座。恭喜咁多位得獎者。多謝李博士。現在恭請麥美娟局長、黎偉生總監、葉永成主席、羅璇總監以及林光如主席一同移步到台前，準備啟動童軍國家安全日2025活動。對國家盡責任，你我一同守護國家安全，
我哋會一齊倒數5下，然後請各位嘉賓將手放喺啟動柱上面，一齊啟動對國家盡責任之童軍國家安全日2025嘅所有活動。亦都邀請台下所有嘉賓同我哋一齊倒數，大家留意台上熒光。5、4、3、2、1，對國家盡責任之童軍國家安全日2025活動正式開始。有請台上各位嘉賓留步，我哋影張大合照。台下嘅傳媒朋友同大會攝影師亦都可以趁住呢個時間幫台上嘉賓影合照。好，傳媒朋友，我哋影好呢張相之後，我哋會有下一張合照嘅，亦都有請主禮團繼續留步。請台上嘉賓望住台下邊中間嘅傳媒朋友，你哋都影一張合照先。好，仲有回應商堂中間嘅傳媒朋友喺我哋後方嘅正中間嘅位置。現在有請麥美娟局長、黎偉生總監、葉永成主席、羅旋總監林齊拍照留念。同時間我亦都邀台下各位嘉賓家長2、3，好啦，準備你個燦爛笑容，維持5秒以上，到邊一個最燦爛笑容嘅時刻啊 ？OK， 唔該晒嗰位，如果係攝影師，手勢啊，攝影師想大家有啲手勢影張相喎，我哋用手指整個心心唔同造型嘅心心出現咗啊！大家可唔可以做個搶鏡啲嘅造型，等我哋捕捉到你嗰一刻啊！好，預備1。城市表演。
長可以高少少，局長高少少，係好。佢哋可以好容易可以剪到出嚟。對接嘅方式，係啦係啦係啦。你而家剪下邊，你剪下啦。係啊。我唔得㗎我，我唔叻㗎，你叻。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其他啊，仲有其他。媽咪過嚟啊，媽咪過嚟啊，你過嚟啊，準備3、2。得唔得啊？影咗未啊？鏡頭。3、2。冇鏡頭，冇鏡頭。好，呢個唔該你，大家望住呢個唔該，準備3。好，thank you。好，嚟啦，張啊，預備。咪衝埋咯！你又換嗰班，你帶頭嗰時候換嗰